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与众天使匍匐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与众天使匍匐，深深敬拜你。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全心敬拜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敬拜你主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我与众天使匍匐，深深敬拜你。
咱当心来敬拜。接住，今生接住，只有你看得完美将白，我想接住，今生接住，我们专心着。
咱同齐用诗篇23篇来做咱的祈祷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过。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。伊予我的灵魂静养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伊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你的腿、你的拐安慰我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我的杯满出来。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，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阿门。咱同心来为着咱教会感染到新冠肺炎的兄弟姊妹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做最近的疫情，阮的教会嘛有姊妹囡仔，因拄着这个感染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主你带因行过平听这个山谷，也愿上帝你用你的腿、你的拐来顾守因，主保守因免受一切灾害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恭敬恳求主你的怜悯。主，阮嘛为着所者伊患病感染，伫病院咧接受治疗。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抱你的查某囝，也抱所有阮知影毋知影身躯欠安的阮的兄弟姊妹。愿主你将你的平安做面床，互因倒伫平安的床，就是上帝你家己的怀抱。也愿主你用你的怀抱来医治，互因伫你的医治中间来得到恢复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你听阮的祈祷。阿门。我心渴
主你会听好听的完全，无论伫平静，无论伫艰难中，主耶稣你拢是阮的倚靠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求你怜悯我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求你怜悯我。
主耶稣，你是阮唯一的倚靠。主，你是阮真实的倚靠。阮来到你是阮造前，阮伸出阮的手来恳求你。主耶稣，求你的国临到的时，求你怜悯我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悯阮的姊妹、阮的兄弟，既然有人伫困苦中间对你祈祷，主耶稣，恳求你伸手牵因，施温伫因的心上。主耶稣，伫阮软弱的时，求你回应阮的祈祷。主，伫阮兄弟姊妹因的困苦中间，求你暗耳孔听因的吐气。你永远无改变，你的听永远到永远。主耶稣，伫这个暗暝恳求你，恳求你将你的圣神，就是带来搁我活命的神，赏赐伫阮所听兄弟姊妹，伫每一个家庭的内底，也对于每一个孤单求救你的人，主你充满阮。亲爱的圣神，恳求你，亲爱的圣神，恳求你，甲阮同行。赏赐各种温数，甲招边的赏赐，天顶的上帝，怜悯阮，怜悯阮的欠缺，怜悯阮的软弱，主听阮恳求。亲爱的救主，恳求你听阮的恳求。你甲阮同行，陪阮的同担。你的听好顶的完全，永远无改变。我一生要专心来服侍你。亲爱的姊妹，咱的主耶稣讲，今日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就近伊，
咱来亲近主耶稣，咱的重担得到透放。亲爱的救主，我要较亲听你，你甲我同行，陪我同担，你的听，好像完全也无改变。我要全心来服侍你，亲爱的救主，我要较亲听你，你甲我同行，陪我同担。听，好像完全也无改变。我一生完全来服侍你。主最近，最近我呼求，因我祷告，我全心爱你主。主最近，最近我呼求，因我祷告，我全心爱你主。即使咱若拄着病痛，或者拄着疫情会搅扰，心内惊吓无平安，亲爱的姊妹，来向咱的主恳求，恳求主的保守。主赏赐阮平安，互阮心中无惊吓。主赏赐阮平安，主恳求你赏赐阮平安。阮心中无惊吓，阮知影，阮的亲人朋友中间有人，因的心中有惊吓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为咱的亲人朋友，因伫疫情的中间，心无平安，咱恳求主将平安放伫因的心上。
主求你听阮的恳求，赏赐阮平安。主恳求你听阮恳求，赏赐阮所孝念的亲人、朋友、教会兄弟姊妹，主赏赐阮你的平安。恳求主怜悯，怜悯阮求求，应允阮祈祷，主阮专心爱你。主怜悯，怜悯阮求求，应允阮祈祷，主阮专心爱你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同心用主赏赐咱教咱的祈祷，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灵亲就伫天灵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你带阮入伫试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免。所听的这，愿恁平安，愿主耶稣甲恁相合伫地，耶稣听你。